咱静静的心、感恩的心，来请做老师的慈悲恩典，这是无共款的分别咯吼。这对咱来讲是足奇妙，而且是足奇妙，对咱的生命会当改变命运，会当互咱的规条家庭的血脉拢完全的变好变新。只要咱会当甲心、甲上天交付互伊，做伙来唱。 咱一个想一起，像咱修行的路，咱是不是爱搁往前迈一步？可能等下唱起来有点仔吃力，但是各位前行，修行敢是安尼？挑战家己，人心用心，往有心，就进一步。